香港東北打比，兩隊球隊都非常之有淵源，因為佢哋喺同一年成立嘅。兩隊球隊都極具地區性，因為佢哋都有各自嘅主場。熾熱嘅氣氛之下，仲有 artist 入場撐場。究竟香港地區性打比入場體驗係點樣嘅呢？如果大家睇開英超，相信都聽過南部嘅白禮頓、北部嘅紐卡素，英國中部嘅球迷要作客都幾辛苦。喺香港，基本上你搭港鐵就可以去到一個具神秘感嘅主場，連 Google Map 都會路 K 錯。冇錯，我就係呢個傻仔。行過去嘅路程係唔應該見到龍琛路體育館嘅，我就已經跟住 Google Map 行錯路。大家要記得，以後去北區運動場，梗係行去看台嗰邊啦。如果大家有睇大球場條片，都會見到一個好大嘅售票處，太離地啦！喺呢度只要有個帳幕、有張台、有個看更亭，就已經係售票處。價錢亦都好清晰，貼塊牌寫住100蚊成人，40蚊特惠。以前去大埔運動場，我都會幾好奇，其實我偷偷地爬欄杆入去，真係未必有人知㗎喎。我哋一齊感受下香港東北打比嘅濃烈氣氛，我滿腦子都係球迷嘅歡呼、澎湃嘅打氣聲。係啊，球員已經入緊場，我第一眼見到嘅畫面就係咁。好彩行多2步就已經見到球迷。我今次就坐喺大埔球迷區，大埔都算係球迷根基比較好嘅一隊，平均嚟計，主場同作客入座率都唔算低嘅。大部分嘅區隊成立喺2002年，由區議會資助球隊參與足總聯賽。當然要踢職業都要有一啲班主科水支持嘅，但正正因為咁，令到香港足球出現咗更多嘅地區元素。當然資源有限，大家見到嘅比賽規格都會貼地啲。北區主場都設有貴賓席，大概就係陸運會平時嗰啲校長啊、校董啊坐嗰啲位。你想食嘢，球場都有開放平時運動會俾學生買薯片嘅小食部，相信價錢呢係貼地過大球場同啟德好多嘅。亦都有唔少球迷喺出邊買完小食再入返嚟食，就係咁地踎噶啦。今場冇直播，但係都有錄影。平時直播點解球迷講粗口咁容易聽到呢？梗係啦，講粗口嗰個阿叔隨時坐喺個 cam 前面嘅咋。當所有嘢睇落都好地踎嘅時候，但係呢個場又 set 到 VAR 嘅喎。其實兩邊嘅球迷都真係唔少。大埔以前有明星球迷 Stephy， 而家都有明星球迷 Stephanie， 甚至半場仲有表演，只不過唔係大明星，係區內小朋友嘅舞蹈表演。嗱，青訓咪就係呢啲咯。你點知呢度會唔會出到下一個 Ivy So， 下一個 Ian， 得到文體旅局長嘅歡心啊？講真，一場波你要嘅飲食配套有，你要嘅球迷氣氛有，你要嘅歌舞表演都有。兩邊嘅球迷區都有掛旗，全場波不停唱歌同打氣。我自己就唔係住北區，但係如果你真係愛足球，亦都對自己社區有歸屬感，不妨支持下自己地區嘅足球啦。話晒都踢緊頂級聯賽，足球呢樣嘢本身文化深厚，貼地又唔一定寒酸嘅。假日冇嘢做，咪入下場咯。今條片就簡單講下港版東北打比，希望大家多多入場支持香港足球啦。我哋係 So Will， 如果睇完呢條片覺得中意嘅，不妨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等睇我哋下一條片。我係 Daniel 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